即摆过来是吴秀唱歌吼，吴秀英女士吼，伊足早以前就住伫遮，我足早就捌伊，伊拢是阮的跳舞老师，唱歌伊足会跳舞哦，所以即摆伊搁转来，伊要搁甲咱唱吼，纯情二重奏，要唱是霓虹舞，我会晓讲一句啊，日本歌啊吼。OK， 吴秀英小姐，后摆唱小姐。吴先伫日本的迄个歌剧院咧唱的歌吼，秘书吼，拍手，搁来拍手。你知影伊几岁？90岁呢？伊的声91，伊的声咱像18、19岁声，伊搁会扭者，迄身材哦，咱像20岁。所以吴秀伊即摆代志拢咧跳圆举舞啦。所以你若要像伊安尼吼，爱多运动，多唱歌，要快乐，像廖医师讲安尼吼，谢谢。